咁多位朋友，多謝晒你哋今晚咁落力嘅演出，多謝，認真精彩哦！好啦，咁啊，今晚咧，我哋非常之多謝各位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，更加多謝係大專會堂、通利琴行同埋杜美多服裝有限公司嘅協助演出嘅。今晚嘅節目咧嚟到呢度，未完，我哋識唱歌，我全部唱晒歌啦嚇。佢識唱歌，未唱歌就想完咯喎。唔得，我今晚咧係要專心做司儀。不如芝治唱啊！之前識唱歌嘅都佢登過台㗎。佢一馬，原來你即係大家做同事唔好咁嘅，真係。嗱，第二次先好冇？講咩啦？一齊唱先。觀眾話唔好啊，我想話收歌都唔得係咪啊？不如一齊唱啦！有一首新歌。好啊，一齊唱啦！泰歌子。嗱呢首歌咧就係好簡單嘅啫。咁啊，由阿 Michael 帶頭唱，咁可以聽到佢唱歌。嚟 music。誰反映街坊的心聲，更不怕風浪。又仔細徵詢清楚，全未會話當平常。誰願日後盡佢力量，要本區多改善。又不怕污穢兼辛苦，時時做嘢也苦幹。珍惜一票，珍惜一票，佢竟已喺你手上。想這個區議會發出火光，全能像你正確一票，記緊珍惜一票，珍惜一票，佢竟已喺你手上。想區裏一切好處都不少，憑投下你那一票。誰的出身是香港電台電視部製作嘅呢一個節目咧，係為咗支持區議會嘅選舉，同時為咗提醒各位響9月23號記緊要去投票嘅。而廣播處長為咗多謝今晚咁多位落力演出嘅藝員同埋朋友咧，係特別準備咗一啲紀念品係送俾佢哋作為紀念嘅。有請廣播處長尹健新先生 ，Mr. Stuart Wilkinson, the Director of Broadcasting。黃淑儀小姐同埋咪高關先生。好啦，而家輪到黃淑儀小姐。好啦，仲有關正傑先生。